家平安，欢迎收听8月初4的迦南之声。我是尤破牧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上主不变的应许。我们要读撒母耳记下3章1到21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上帝一切的应许在基督身上都成为是了，因此我们借着他说阿们来荣耀上帝。哥林多后书1章20节。威廉佩恩是17世纪英国著名的拓荒者和作家，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殖民的开创者，深受印第安人的爱戴哦。有一次，印第安人就向佩恩来承诺，限他步行1天所经过的地方要全部赠送给他这些土地哦。隔天，佩恩披星戴月，完整的走了一整天。当得知佩恩步行圈出的领地时，印第安人惊呆了。他们没有料到佩恩会当真，不过印第安人还是信守承诺，将那一片区域的土地，就是今天费城的一个地方，赠送了给佩恩。你是否也像威廉佩恩一样呢？单纯来相信上帝的应许。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见证了大卫家和扫罗家之间的政治斗争，还有权力的角逐。拥护扫罗家族的军队跟大卫的军队征战许久，那大卫一天比一天强盛，扫罗家却一天比一天的衰弱。然而今天我们透过所看的经文，包含了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上帝不变的应许。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因为伊施波设公开指责押尼珥，就是扫罗的将军，与他的父亲的嫔妃嫔同房，不仅道德上有问题，而且相当于侵犯王权的叛国行为。押尼珥因伊施波设的话就甚发怒，他说：“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吗？”于是押尼珥就对伊施波设说出上主曾应许大卫要从扫罗和他后代手中夺去国权，使大卫做以色列和犹大的王，从最北边的但一直到最南边的别是巴。现在要是我不促成这件事，愿上帝击杀我。哇，我们看到什么？押尼珥他表明了上主拣选大卫的事已经广为人知。押尼珥完全知道上主的旨意是什么，但却不愿意顺服接受。他想用人自己的方法来促成。我们也常常落在这样的愚昧当中，不是不知道上主的旨意，而是不愿意去行。伊施波设惧怕押尼珥，不敢回答一句因为他握有军权嘛。因为伊施波设深知押尼珥握有自己宝座背后的实权，所以不敢再激怒他，因此也导致押尼珥与伊施波设的决裂。所以押尼珥他决定计划投诚大卫。我们要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来看几个重点。第一个是
因为他被公开指责，所以他要投诚大卫，所以亚尼尔主动要与大卫来立约。所以我们要透过亚尼尔主动找到大卫，表示愿意与他立约。他承认上主已应许大卫统治以色列，并且他愿意成全这个应许。亚尼尔的行动显示了他对上主的应许亲身感受和对大卫的尊重。但是我们还是要看，他还是要用自己的方法，好像我就有这样的权利可以帮助你。第二个，我们看到大卫的要求。大卫向亚尼尔提出一个要求，好啊，要立约，那要求将自己的妻子米甲归还他。这是因为扫罗曾将米甲嫁给了另一个人，那大卫希望恢复自己的家庭关系，这也是大卫作为王的合法要求。因为米甲曾经是他的妻子，不是他休妻啊，是因为政治的因素他被迫。另外有政治的作用，表明要归还给他的妻子米甲，是他与扫罗家并无怨恨，那使以色列人更能够信任大卫，还有接纳他。第三方面，我们可以看，透过立约彰显出上主不变的应许。虽然是亚尼尔主动来求大卫要跟他立约那亚尼尔保证要为大卫赢得全以色列的支持。因为目前我们只看到犹大支派来支持大卫，所以其他11个支派也都是支持伊斯波设那这表明上主的应许其实在这边我们看好像透过亚尼尔说我可以促成，但其实背后都有上帝在掌权上帝早先已经应许大卫会成为以色列的君王，并建立一个永恒的王国。那亚尼尔的支持其实是上主计划的一部分。大卫为此向亚尼尔祝福，这是一个神圣且坚定的约上主见证这个立约，这是上主与大卫的立约，要保护大卫家族和建立他的王国的约定。那上主的应许永不改变，他的计划必定完成，只是时间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一步一步在促成，就是来成就上帝的应许。今天我们借着这段的经文，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坚信上主的信实和他的不变应许。那上主一切的应许在基督身上都成了事了，就是我们可以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得着这个救恩因此我们借着他说阿们来荣耀上帝。所以无论我们面对怎样的困难和挑战，我们相信上主的应许必定会实现。可能当中有一些拖延，或者是好像没有按照我们自己的时间但是我们可以相信，透过大卫怎么样领受王权的过程当中，上主是信实的，他的话语永不改变。那在信心当中，我们来顺从他的旨意，让上主的计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以实现。愿我们的生活充满对神应许的盼望，因为我们的上主是那不变的应许者我们来想，上主的应许是他向我们所做的承诺，是他对我们的爱和关怀的表现。那你是以怎样的态度来看待上主对你的应许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应许永不改变，透过基督耶稣里面都是是的。
你要应许成就。无论我们走过怎样的境遇，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中最坚实的力量，还有我们的盼望。求你帮助我们在困难和挑战的当中，始终坚信你的计划和应许。求你的圣灵赐下力量，让我们的信心在逆境当中坚定不移。亲爱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珍惜家庭的关系，也努力维护家庭的和谐与幸福。愿我们在家庭中彼此相爱，彼此包容，成为彼此的帮助和支持。主啊，我们也要在祷告当中寻求你的旨意，求你指引我们的每一步，让我们按照你的计划来行事，不偏离你的道路，好叫我们能够看见你应许的成就。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分享。我是有波牧师，祝福您经历上主的应许，能够让上主的应许实现在你的生活当中。我们明天见哦。